继续来看高雄第6选区立委的选举，民进党的赵天麟因为婚外情来退选，民进党是征调到高雄市议员黄捷来参选。台北市议员徐卡新批评黄捷落跑是双标准，黄捷是来回呛讲，国民党毛几来的议员嘛是转战立委，相信人家的价标准才过来讲。国民党伫这区的参选人是陈美雅，伊批评黄捷背离着红线的选民。另外一个参选人郭培宏是启动着空战，争取着选民的支持。感谢您，感谢。正式得到民进党的定调，接棒赵天麟选立委。黄捷今仔日早起伫共党的议员陪同之下，徛路口来拜票，展现团结。是讲跨选区选立委有冤正做攻防的焦点。现职的议员要进一步的参选立法委员，就是落跑的话，那其实包括游淑慧、徐巧芯、王宏威，所有人都是这样。那他们如果觉得自己承认自己是低标的话，那我们再来讨论。拜托大家好。面对知名度真悬的黄捷参战，有在地优势起步在国民党陈美雅嘛唔敢放松。走基站拜票是一定爱的，最近嘛积极往帮来录影，用议题攻击对手。回力镖啪啪打得2个人的脸非常的痛。第一个呢，打脸的当然是黄捷，因为呢他是凤山，他当选的时候他说会好好的服务，但是呢他现在却背离了凤山。如果不想发生战争，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，我们要站起来。另外一个参选人郭培宏也拍空战，请来主持的媒体人来对谈，将影片放起网络顶，希望得到少年人的认同。针对黄捷的质疑，都是他从凤山来到鼓山，都是高雄市。那他没有离开高雄市，所以他不算落跑的议员，他这是双重标准的问题。面对选举，民进党人心惶惶，高雄第6选区选情备受关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